我们的孩子或者我们自己，在人生里面，我觉得我要努力啊，没有错啊，但是我要成为富贵，我要成为美丽美貌的人，我要成为积极的人，我要成为善良的人，好像都是对的，好像是好。他应该不会鼓励我们去成为犯罪的人啊，成为堕落的人。在善与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要不要给孩子一种方向？可是我们鼓励孩子追求的还是表面的，而不是进入精神的世界。很无奈，我常常讲那个李斯的那个老鼠会啊，然后或者印象有没有印象？李斯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地方的小王，那有一天他上厕所，国在北中大厨分开了，就在那里面光线很黑暗，厕所里面有老鼠，吃着里面的粪便长大，一个多脸太大声，老鼠就跑出来，李斯高不高兴？不高兴，追杀那只老鼠，那老鼠就四处躲，他一看那只老鼠瘦巴又臭又脏又小只，他觉得老鼠好可怜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，他怎么栖息在这种厕所的世界，吃那很烂的粪便来过日子？后来有天他去躲雨，他就去躲雨，他躲到个仓库，对，就跟他仓库上面的老鼠打江不住，他就点口感控，你会不会讲？以前会单恋了，想要修理那上面的老鼠的修理，那太高了，那老鼠还常说不用，所以后来李斯就告诉自己，我以后不要做卑贱的厕所老鼠，我要做仓库中的老鼠啊，以老鼠来比那个东西。所以一辈子就努力要爬到绝对尊贵、高贵的人生。后来努力的学习之后出去说服秦国，甚至他为了他当初是得到吕不韦的宝剑，他才能够进入秦国当官的。可是后来他发现吕不韦成他的绊脚石，他就除掉吕不韦，他才成为秦国的宰相。等他成为宰相之后呢，他就开始排挤。后来有一天，他的师弟韩非下山来，听说跟秦始皇论了3天3夜，秦始皇大为赞叹，觉得韩非的思想不得了，得到他们老师的真传。李斯就听他的那点啊，他就开始紧张，他觉得他的师弟对他有威胁，把他这个秦国的下面取而代之。于是乎，他就栽赃陷害了韩非，对不对？这个韩非呢，清除掉。好，那最后李斯好像很摇摆，他成为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宰相，很多人都巴结他、送礼给他，听说他的那个巷子2000尺都排队，那个上类人跳出来，啊，那个大寿，对人家真的他寿，看起来他四大风云不可一世，但他最后的下场被秦始皇腰斩在市场，因为他做法好，或许要讲这些仔细看的是，当李斯开始决定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要做那种高贵的人的时候，就做不下他一生的人生的曲线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里面的这个东西也非常非常的关键，而且一个人这里面的人生价值观，大家就会认定他未来是哪一种人。他会不会处理4生6代？都是看这个，对不对？他会出办有成，就看这个。但是非常高尚的那个思想价值观，可以让你处理4生6代轮回、生死苦海，我们把它称为心法。这个心法又是思想世界里面非常微妙，让你参透很多东西，让你能够放下很多东西。要你能够包容很多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你才能够领悟的东西，才能行。所以，为什么刚才在讲，当你是富贵的人，你去看那些贫贱的人，看在那下班的人，是不是会用一种很不屑、不合理的态度对待他们？来自你心中对他们有没有敬这个价值观？有没有包容的价值观？对，我虽然很富有，但
尊重、平等的对待，这才能叫做树富贵，行富贵，对不对？不然一般人富贵之后，你要歪不可思，就欺负贫贱之人，那个叫做行富贵。那为什么人家臭骂有钱？所以这种价值观怎么样去建立，怎么样去澄清，这成为修行人非常在乎的一件事情。如果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，不从这个地方根本处去着手的话，纵然外在的努力、学习力有多好，条件有多棒，他依然会走错了他这条人生道路，依然会把他的人生故事写得非常的悲剧，对不对？所以方向非常非常的重要啊！如果他今天没有办法看透一生所为的为何，他可能走得很迷失。所以济公老师来讲说，因为大部分人被世间的有形的东西形象的东西给迷惑住、颠倒，所以都没有办法参透这